时尚哦，少年哦，好看。 对健康的影响是正面，绝对是正面。厝的放一个镜，每天出来时阵看到镜，这自信是要紧的。厝的迄涂骹安尼一工流两三道安尼吼，啊，搁切玻璃啥安尼，这都是运动啊。整个循环系统有运动，其实咱讲一个法则叫做333，2工到3工爱一届，第二个衫就是30分钟，爱维持你心跳会当130。一种非常欣赏的感情，伫咧看你讲，我嘛想要穿到甲咧艺术共款，遮尔适拍，你穿起来就是时尚，我穿起来不是敢若陈雷。腰伸出来哦，其实什么衫你穿起来拢水啦。腰围是有一个标准。查甫超过90公分以上，查某是超过80公分。啊，腰围其实是咱身体顶悬吼，甲体脂肪上有关系一个指数啦。请收看，食老婆土豆，土豆。